千祈唔好再俾人呃，成班香港叔伯長者傾盡半生積蓄賣咗香港舊樓，拎晒強積金，幾十萬上百萬落重，本以為入到大灣區5星級養老院就可以嘆世界安穩退休。我話你知，呢個根本就唔係養老福利，係一場精心佈局專壓香港長者嘅跨境資本騙局。大把傳媒中介日日吹爆大灣區養老，環境頂級，收費平，有管家，有溫泉醫院傍身，政府背書保障十足。但真相係呢啲標榜投資幾十億、超豪華嘅康養大盤，真實入住率淨係得100% 間豪華房，90幾間長期吉住。唔係香港人唔中意北上養老，亦都唔係宣傳不足，係第一批試過嘅港人全部親歷血虧，教訓止損離場。今日逐條骨同你拆解。呢個連特區政府都唔敢公開講嘅兩地法律盲區、資本套路、醫療死穴，聽完絕對可以保住你同父母嘅棺材本。對於每一位退休人士嚟講，一世捱生捱死儲蓄積蓄，供完層樓，累積強積金，最大嘅心願就係卸晒重擔，揾一處環境舒服、配套齊全、安穩可靠嘅地方安享晚年。好多60、70歲嘅香港長者早早規劃好退休財務，打算變賣香港老舊物業，取出畢生積蓄，擲幾十萬甚至上百萬人民幣，只求換一份體面、舒適、無憂嘅退休生活。近年大灣區養老政策大肆推廣，跨境養老嘅熱度越嚟越高，無數香港長者都將目光擺咗去粵港澳大灣區嘅高端康養項目，大家都滿心期待，靠內地廣闊嘅居住空間、頂級嘅硬件配套、親民嘅收費標準，擺脫香港本地安老院床位爭崩頭、收費天價、居住擠迫嘅困境。但絕大部分人都懵然不知，呢個睇落雙贏造福晚年嘅養老選擇，根本唔係咩康養新機遇，反而係一套設計極度精密、覆蓋資金、法律、醫療、維權全方位嘅跨境陷阱。無數香港長者一步步墮入資本同制度聯手打造嘅圈套，由滿心期待嘅養老規劃者變做被動被套、求助無門嘅受害者。市面各大傳媒日日吹捧大灣區高端養老院嘅優勢，清一色主打5星級住宿環境、一站式康養服務、平價收費、官方政策兜底，宣傳海報短片全部包裝得極盡完美，令好多港人深信呢個就係解決香港老齡化困境嘅最佳出路。但一早反差極大，足以拆穿所有虛假宣傳嘅真實數據，一直被刻意淡化，避重就輕。無數號稱數十億投資接軌國際康養標準、自帶私家花園、溫泉設施、24小時專屬管家嘅大灣區高端養老項目，長期真實入住率僅僅得7%浸提。呢個數據絕對唔係短期運營波動、宣傳不足、市場認知度低造成，更加唔係香港長者排斥內地養老嘅主觀選擇，而係市場用最真實嘅反饋，揭露咗大灣區跨境養老行業深藏嘅亂象。直白啲講，每100套高端養老床位得唔夠9套，有長者長期入住，剩餘90%以上床位長年空置無人問津。呢個詭異嘅行業現狀背後藏住兩大核心真相。第一批親身入局體驗嘅香港長者早已睇穿項目背後嘅資本套路同制度漏洞，紛紛止損離場。第二，行業負面口碑不斷擴散，後續有意北上養老嘅市民越嚟越謹慎。更值得警惕嘅係，呢個超低入住率背後絕對唔係單純嘅商業運營問題，而是牽涉內地房企債務爆雷、兩地法律體系割裂、政策配套失衡、醫療保障斷層嘅系統性風險，亦都係特區政府刻意迴避、多位立法會議員持續質疑嘅跨境制度盲區。今日我哋全方位無死角拆解呢套專割香港退休長者嘅跨境養老套路，深度剖析政策紅利背後嘅致命風險。呢段內容關乎每一位長者嘅畢生積蓄同晚年安危，聽得明、避得開，絕對可以幫你同家人避開一場輸晒半生積蓄嘅養老危機。想要徹底睇透呢場養老騙局，首先要讀懂8.7%超低入住率背後嘅底層商業邏輯。呢個就係所有亂象嘅根源。時間翻去2021至2023年，內地房地產行業迎來歷史性大洗牌，持續10幾年嘅高速擴張模式徹底終結。恒大、碧桂園、融創、佳兆業等一眾頭部民營房企相繼爆雷，債務違約項目停工、資產凍結、破產清算等問題集中爆發。過往靠拿地、起樓、賣樓快速賺錢嘅房企模式徹底失靈，大量高端別墅、
住宅公寓、商業綜合體、文旅項目積壓住賣唔出、無法變現嘅固定資產，令一眾房企陷入巨額債務危機，資金鏈隨時斷裂。根據內地房企公開財報數據顯示，淨係2022至2024呢3年，國內民營房企積壓嘅閒置商業住宅、文旅資產規模超過萬億，大量黃金地段嘅物業長期空置，唔單止賺唔到錢，仲要持續支付運維成本，承受資產折舊，變成壓垮房企嘅沉重包袱。為咗盤活閒置資產，化解巨額債務危機，一眾爆雷房企開始揾新嘅出路。而人口老齡化催生嘅銀髮經濟，大灣區跨境養老風口就成為咗佢哋精準鎖定嘅救命稻草。房企嘅操作套路極度隱蔽，算計十足，將原本滯銷嘅高端別墅、文旅公寓、閒置商業大樓簡單翻新改造、重新包裝、更換宣傳定位，即刻變身5星級高端康養基地、全齡段養老社區、大灣區跨境安老標間項目。原本無人問津、貶值滯銷嘅地產存貨，淨係加多少少康養配套，包裝養老概念，打造高端人設，即刻搖身一變，成為備受追捧嘅養老投資產品。呢套盤活模式成本極低，利潤極高，完美貼合房企化解債務危機嘅需求，亦都係近年大灣區高端養老院遍地開花嘅真正原因。而房企之所以精準鎖定香港長者作為收割目標，絕對唔係偶然，係基於香港人口結構同養老市場現狀嘅精準研判。根據香港特區政府統計處最新人口預測數據，香港老齡化問題持續惡化，去到2035年左右，香港每3名常住人口就有1名係65歲以上嘅長者，高齡養老需求將會爆發式增長。反觀香港本地養老資源早已嚴重供不應求，政府資助嘅公共安老院床位極度緊缺，平均輪候時間長達3至5年，熱門區域甚至要等7年以上，無數長者排隊多年都冇床位，而私營安老院收費天價，每月普遍超過2萬港幣，仲要面對環境擠迫、設施陳舊、服務簡陋嘅問題。好多床位只係木板隔出嘅細空間，性價比極低。一邊係香港本地養老資源稀缺，收費昂貴，一床難求；一邊係大灣區土地充足、物業空置、硬件豪華、宣傳收費低廉，兩地養老資源嘅巨大差距，令無數香港長者心生向往。與此同時，香港本地中介嗅到巨大商機，同內地康養項目深度捆綁，展開全方位洗腦式宣傳，透過線下講座、街坊推介、免費看房團、包食宿體驗活動，大肆鼓吹大灣區養老嘅種種優勢。超大居住空間、私家花園、溫泉康養、24小時專屬管家、定期免費體檢、平價日常開銷，打造出低成本高品質、零煩惱嘅完美養老人設。但所有人都忽略咗一個最關鍵嘅問題，既然硬件頂級、配套完善、政策扶持、性價比超高，點解真實入住率淨係得8.7%？真相好殘酷，呢啲高端康養項目由籌備之初就唔係真心做硬樓熟務，只係房企套現償債、收割長者畢生積蓄嘅金融工具。硬樓熟務只係掩蓋資本收割嘅外衣同假象。絕大部分北上養老嘅香港長者一開始都有一個致命誤區，以為養老院靠每月收取床位費、護理費、伙食費維持營運，只要按月繳費就可以安穩長期養老。但實情係，對於背負幾十億、幾百億債務嘅爆雷房企嚟講，每月幾千蚊嘅養老服務費，連水電人工、基礎營運成本都覆蓋唔到，更加冇可能填補龐大嘅債務黑洞。佢哋真正嘅賺錢套路係一套隱蔽、遊走喺法律灰色地帶嘅收割模式，一次性大額會員制、長期床位使用權認購制度，呢個就係成個跨境養老騙局最核心、最致命嘅環節。去過大灣區養老項目體驗嘅朋友都知，所有銷售嘅核心話術永遠圍繞一次性繳費、長期着數、超高折扣展開。銷售人員會精準拿捏長者想安穩退休、精打細算嘅心理，開出極具誘惑嘅條件，唔使每月俾高價月費，只要一次性支付50萬至1萬人民幣就可以認購20至30年高端床位使用權，或者升級頂級會員。認購之後，後續每月管理費、護理費可以大幅減免，甚至終身免費入住。床位使用權仲可以轉讓繼承升值，轉手聽起嚟係穩賺不賠嘅養老投資。
對於手握強積金變賣香港舊樓巨款嘅長者嚟講，呢個方案誘惑力極大，大家都會覺得使百萬積蓄就可以擺脫香港擠迫昂貴嘅養老環境，換20-30年嘅高品質康養生活，仲可以保值增值，絕對係超抵嘅退休規劃。但就喺簽字繳費嘅嗰一刻，所有長者嘅身份已經徹底改變，由普通嘅養老首付消費者變成內地房企嘅普通債權人。從專業法律層面精準界定長者重金購買嘅床位使用權、養老會員資格，根本唔係正規合法嘅眼樓服合約，只係一種無備案、無監管、遊走喺非法集資同金融理財灰色地帶嘅權益憑證。呢類憑證冇任何官方金融背書，唔受金融監管體系保護。本質就係房企為咗套現還債，私自發行嘅內部債券。更殘酷嘅真相係，長者繳納嘅巨額資金，從來都唔會用於升級養老院設備、完善醫療配套、聘請專業護理團隊。根據內地多地市場監管部門披露嘅案例數據，爆雷房企收取嘅養老會員費、床位認購費超過90%會第一時間歸集到集團總部賬戶，優先用於兌付到期債務、填補資金缺口、緩解集團現金流危機，淨係極低比例嘅資金會用於養老院日常營運，呢就形成咗一個致命死循環。房企靠香港長者嘅養老錢續命還債，卻完全漠視養老項目嘅營運維護。一旦後續冇新嘅投資者入局，或者房企整體債務爆雷、資金鏈徹底斷裂，養老院就會直接停運、倒閉撤資。到時你手上價值幾十萬上百萬嘅床位使用權憑證，即刻變成一張一文不值嘅廢紙。過去2年，粵港澳多地已經爆出大量同類維權案例。2023年，東莞一間主打港人跨境養老嘅高端康養項目正式爆雷，巔峰時期吸納超過300名香港長者認購床位使用權，單人最高投入超 20萬人民幣，整體吸納資金突破2億。最後房企債務崩盤，項目停工停運，幾百名香港長者血本無歸。最令人無奈嘅係，所有長者嘅維權行動全數失敗。核心原因就係跨境法律同司法管轄嘅雙重盲區，好多人都會疑惑，明明係公開營業、合法註冊嘅養老項目，長者簽咗正規合約，全額繳費，點解爆雷之後維權無門？呢個就觸及到大灣區跨境養老最核心、最隱蔽，亦都係特區政府一直避而不談嘅痛點。兩地法律體系割裂，司法管轄斷層，政策監管失衡嘅系統性漏洞。呢個就係7%超低入住率最根本嘅制度原因。首先就係司法管轄權嘅絕對割裂，呢係所有維權困境嘅根源。大家都清楚，香港同內地實行一國兩制，擁有2套完全獨立、互不隸屬嘅法律體系同司法管轄機制。香港沿用英美法系，重視案例判例、程序正義、消費者權益優先；內地實行大陸法系，以成文法典作為審判依據。兩者喺法律界定、糾紛判定、責任劃分上差距極大。更關鍵嘅係，香港特區政府、香港警方、消費者委員會、社會福利署嘅所有執法權、監管權、管轄權，全部止步於深圳河，絕對唔可以涉足內地任何商業糾紛同民事案件。絕大部分香港長者嘅簽約流程都一模一樣，喺香港本地中介推介下，參加免費看房體驗團。喺內地康養項目現場簽署養老授付合約、床位使用權認購協議，所有款項全數轉入內地養老授付公司對公賬戶。從法律界定嚟講，承擔交易嘅簽約地點、資金流向屢於主體、項目屬地，全部屬於內地司法管轄範圍，完全超出香港所有監管執法部門嘅權責邊界。呢就意味着，一旦出現糾紛，無論係養老管單方面狂加服務費、強行更換居住房型、降低護理標準、無故停業，甚至老闆捲款跑路，香港長者都完全唔可以喺本地維權去香港警署報案。警方會明確告知案件發生喺內地，冇跨境執法權限，唔可以立案調查、拉人、凍結資產、求助香港消委會。消委會最多只可以發一封協助函，冇任何強制執法權。內地部門可以選擇性不理會，絕大部分投訴最後都石沉大海，冇人跟進。所有維權渠道全數封死，長者只可以孤身一人北上內地，自行舉證、自行報案、自行打官司。
維權成本極高，周期極長，成功率極低。更令人絕望嘅係合約入面嘅文字陷阱，好多長者誤以為自己簽嘅係養老服合約，出事之後理應獲得消費者權益保護，但實情係呢啲制式合約都係由數十名專業律師精心打磨，早已規避晒所有詐騙風險，從根源上改變糾紛性質。合約會巧妙將養老服務包裝成床位使用長租年、高端會員投資權益，一旦發生糾紛，內地法院會直接界定為商業投資糾紛或者租年合同糾紛，絕對唔會定性為養老詐騙。近年內地大力打擊養老詐騙非法集資，但針對呢類合法註冊、合約合規嘅房企康養項目，監管同司法層面根本冇辦法定性為詐騙。最終所有糾紛只會被認定為普通商業違約，房企唔使承擔刑事責任，淨係需要承擔民事賠償。但爆雷房企早已資不抵債，全數資產抵押完畢。內地國有銀行金融機構作為第一債權人，會優先瓜分所有資產抵債。香港長者作為普通債權人，冇優先賠償權，最後幾乎一分錢都追唔返，畢生積蓄徹底泡湯。除咗司法維權盲區，特區政府嘅政策矛盾同監管缺失係加劇跨境養老風險嘅核心推手。近幾年，香港政府為緩解本地安老床位不足，減輕公共醫療同社會福利負擔，大力推廣大灣區跨境養老政策，先後推出廣東計劃、福建計劃、大灣區醫療券試點等惠民措施，允許香港長者喺內地領取生活津貼，使用醫療券就醫，全力鼓勵港人北上養老。從政策初衷嚟講，跨境養老本係互利共贏嘅好事。香港釋放本地養老資源，減輕公共服務壓力，長者可以享受內地平靚正嘅康養服務。大灣區養老產業亦都可以吸納客流發展，但特區政府嘅政策推行存在只開放福利唔兜底監管嘅致命問題，形成嚴重嘅政策割裂同制度失衡。政府只係開放咗福利使用權限，令香港津貼醫療券可以喺內地使用，卻完全冇建立對應嘅跨境監管體系、機構認證體系、糾紛調解體系。香港本地安老院受安老院條例嚴格規管，社署會不定時突擊巡查，嚴格監管院舍護理人手比例、居住空間、收房圈員、每日膳食醫療配套。一旦發現違規虐待長者、服務不達標，即刻罰款停業吊銷牌照，市民維權渠道暢通，權責清晰。但大灣區對接香港嘅養老項目，完全脫離香港監管體系，只受內地民政市場監管部門管轄，兩地養老收費標準、監管尺度、人手資質要求天差地別。內地大部分高端康養項目嘅宣傳資料都標榜完美嘅護理配比、專業醫護團隊、24小時醫療保障，但實際營運入面大量護理人員只係內地農村招募嘅臨時工，冇接受過正規醫療培訓，冇急救資質，唔識慢病護理，唔懂老年病照療，淨係可以做簡單起居打掃，根本應付唔到高齡失能慢病長者嘅專業康養需求。呢種嚴重嘅服務落差，香港政府無權監管，內地監管存在漏洞，所有風險最終都由長者自己承擔。最荒誕嘅係稅務層面嘅制度漏洞，充分暴露咗大灣區養老政策嘅前後矛盾、配套缺失。根據香港稅務條例第30條，香港市民申請供養父母免稅額嘅核心前提係受供養父母通常居於香港就出現咗極度荒謬嘅情況。特區政府一邊大力宣傳政策，鼓勵香港長者北上大灣區養老，緩解本地養老壓力，一邊又用稅務條款懲罰積極陽型政策、跨境盡孝嘅香港家庭。好多香港子女每月使幾萬蚊安排父母入住大灣區高端養老院，承擔高昂嘅跨境交通、醫療、養老開支，贍養義務一分冇少，甚至因為跨境距離付出更多時間同金錢成本。但只係因為父母長期定居大灣區，唔符合通常居於香港嘅規定，就徹底失去供養父母免稅額嘅資格。一邊鼓勵北上養老，一邊用制度限制市民選擇。呢種自我拉扯嘅政策矛盾，令無數家庭陷入兩難，亦都暴露咗特區政府推行大灣區融合時只重政策噱頭，冇通盤制度規劃，唔重落地保障嘅短板。如果話資金被套、維權無門，政策矛盾只係經濟同權益層面嘅傷害，咁跨境醫療嘅制度盲區就係直接威脅長者生命安全嘅致命隱患。
亦都係插辦式超低入住率最核心嘅生命誘因。所有大灣區養老項目嘅宣傳重點一定係醫養結合，聲稱養老院毗鄰三甲醫院，內設專屬醫療中心，支持醫療券結算，就醫無縫銜接，令無數長者誤以為北上養老可以享受更優質、更便捷嘅醫療保障。但呢啲宣傳刻意隱瞞咗兩地醫療體系、事故認定、收費標準、轉運機制嘅核心差異。一旦長者突發重病，所有美好包裝即刻崩塌，接踵而至嘅係天價醫療賬單、艱難嘅維權之路、隨時致命嘅轉運風險。首先係醫療糾紛嘅維權壁壘。香港擁有獨立嘅醫療事故鑑定體系、透明嘅糾紛處理機制、完善嘅法律援助制度。發生醫療事故，患者同家屬可以正規申請鑑定，入稟法院追責，全程公開透明，權責分明。但內地醫療糾紛實行屬地管理，由當地醫學會統一做醫療事故鑑定，流程相對封閉。對於唔熟悉內地司法流程規則體系嘅香港長者同家屬嚟講，維權難度極高。高齡長者發病後行動不便、認知衰退，家屬身處香港跨境溝通困難，想有患情舉證鑑定、訴訟全套流程，簡直難如上青天。就算遭遇醫療事故，大部分人都只可以自認倒霉。其次係無底洞式嘅醫療開支，徹底打破長者嘅退休財務規劃。香港長者依託公立醫療體系，擁有極強嘅政府兜底。公立醫院住院手術、重症治療嘅基礎費用極低，每日住院費只係800港幣，絕大部分治療費用由政府補貼，長者基本唔使承擔大額醫療壓力。但內地醫療以市場化營運為主，醫保保障範圍窄，報銷門檻高，同香港公立醫療嘅普惠性完全唔同。由2019年開始，香港長者可以喺內地參保城商冠名醫保，每年只需要交幾百蚊保費，看似有基礎保障，但實際保障力度非常有限。內地醫保嚴格區分目錄內報銷同目錄外自費項目，絕大部分進口特效藥、靶向藥、高端體檢、重症食鼻微創手術，全數屬於自費項目，醫保1分錢都唔報。一旦長者突發中風、心梗、重症感染等老年常見病，送入周邊三甲醫院急救，醫院第一時間就會要求家屬繳納幾十萬甚至上百萬人民幣住院押金，唔交押金就唔做手術、唔搶救。好多香港家庭嘅悲劇就係咁發生。長者獨自喺內地養老院養老，突發重病，家屬身處香港跨境匯款過關趕路需要時間，押金未能及時繳納，直接耽誤最佳搶救時機。就算成功救治，後續每日上萬蚊嘅住院費、治療費、護理費會快速耗盡，長者畢生積蓄。與此同時，養老院會以長者喪失自理能力，需要特級護理為由，單方面大幅加價。每月護理費由4000蚊暴漲至15000蚊以上，而且合約暗藏單方面調價條款，長者同家屬無權拒絕，否則就會被強制調去差嘅房型，安置喺偏僻角落，甚至被終止硬樓屬務。一場突如其來嘅大病，短短幾個月就可以清空長者一輩子儲落嘅強積金同養老錢，令原本安穩嘅晚年生活徹底崩塌。而最致命、最無助嘅就係跨境危重病人轉運嘅制度盲區，呢個都係無數港人放棄大灣區養老嘅終極原因。好多家屬見到長者重病，深知內地醫療貴、維權難，想將長者接返香港公立醫院就醫，享受政府兜底福利。但跨境轉運嘅現實困境係一道無法跨越嘅生命鴻溝，因為兩地車牌管理、醫療執業資質、邊境法規、急救體系完全獨立。目前粵港澳尚未開通常態化點對點嘅危重病人跨境轉運類式通道。簡單講，冇任何一架救護車可以直接將危重病人由大灣區養老院送落香港公立醫院。實際轉運流程極度繁瑣，風險極高，家屬要自費揾內地私人救護車，將危重長者送去深圳灣、落馬洲等指定口岸之後，喺口岸露天邊境位置，將插滿醫療喉管、生命體精粹藥嘅重症長者由內地救護車擔架落車，過境之後再抬上香港消防處救護車，先可以送去就近公立醫院露天轉運，二次搬運設備切換。
對於中風、心梗、重傷嘅危重病人嚟講，每一次搬動、每一分鐘延誤都係同死神博弈，隨時會令病情惡化，危及生命。雖然近兩年兩地政府試點推出跨境救護車服務，但試點範圍極細，手續極度繁瑣，審批週期長，只可以應付普通復診、輕症轉運，完全應對唔到夜間突發重病節假日緊急急救嘅需求，根本做唔到生命兜底保障。正正係呢一連串嘅資金陷阱、法律盲區、政策矛盾、醫療風險、生命隱患，令第一批北上試水嘅香港長者紛紛止損離場，負面口碑喺社群快速發酵，後續潛在入局者越嚟越謹慎，最終造就咗8.7嘅超低入住率。呢個數字唔係大灣區硬件差，唔係市場需求少，而係香港長者用親身血淚教訓總結出嘅風險預警。係制度漏洞同資本套路共同釀成嘅行業困局。睇到呢度，好多人會問：咁係咪大灣區養老完全唔信得過？所有高端養老院都係陷阱？答案絕對唔係。大灣區養老本身係順應時代趨勢，貼合兩地民生需求嘅融合方向。大灣區充足嘅土地資源、完善嘅硬件配套、充沛嘅人力，確實可以彌補香港養老資源不足、居住擠迫嘅先天短板，絕對可以成為港人退休養老嘅優質選擇。真正嘅問題唔係模式本身，而係政策落地失衡、監管體系缺失、資本逐利亂象，以及兩地政府對跨境養老風險嘅刻意迴避同制度配套滯後。特區政府一味追求大灣區融合嘅政績指標，只睇到緩解本地養老壓力、釋放公共資源嘅紅利，卻唔願意直面跨境養老背後嘅法律漏洞、維權盲區、醫療風險、稅務矛盾，只做政策推廣，唔做風險兜底，令無數普通長者成為制度試驗嘅犧牲品。作為普通市民，我哋冇辦法改變宏觀政策，冇辦法重構兩地法律體系，冇辦法打通跨境醫療壁壘，但我哋可以提升自身風險認知，掌握避險原則，守住自己同家人嘅晚年財富同生命安全。我結合數百宗跨境養老維權案例、行業亂象規律、法律風險要點，總結出3條核心避險原則，只要嚴格遵守，足以避開9%嘅大灣區養老陷阱，保住畢生積蓄，安享安穩晚年。第一條原則，堅決抵制一次性大額繳費、會員制、長期床位使用權認購。無論銷售話術幾咁動聽，折扣幾咁吸引，福利幾咁豐厚，只要對方要求你一次性繳納超過3個月嘅服務費，或者幾十萬嘅會員費、床位認購費、終身使用費，即刻終止諮詢，果斷離場。所有正規安全嘅揀樓屬務，一律係按月付費，即時履月，每月淨交床位費、伙食費、基礎護理費。權責清晰，靈活可控。按月付費最大嘅優勢就係主動權永遠喺你手上。一旦養老院服務縮水、營運異常、房企爆雷、居住體驗變差，你可以隨時終止合約、更換機構。最大損失只係當月服務費，絕對唔會面臨幾十萬上百萬資金被套死嘅風險。而家房企普遍資金緊張，現金為王，唔提前預付大額款項，就係普通長者最有效嘅避險籌碼，對抗資本收割嘅最大底氣。第二條原則，逐字審核合約條款，拒絕所有口頭承諾，主動增設保障條款。絕大部分受害者翻車，都係因為輕信中介同銷售嘅口頭吹噓，忽略合約入面嘅文字陷阱。所有香港中介嘅宣傳承諾、福利保障，只要冇寫進正式紙質合約，喺法律上全數無效。出事之後，中介賺夠佣金就可以抽身走人，唔使承擔任何連帶責任，所有風險都由長者自行承擔。簽署養老合約前，一定要逐字逐句核對所有內容，重點睇收費調整機制、服務變更規則、違約賠償標準、退費條款，同時必須主動加入2大硬性條款。第一，明確每年服務費漲幅唔可以超過當地通脹率或者互食，杜絕機構單方面肆意加價。第二，長者護理等級變更、防承調整服務升值，必須經家屬書面同意，或者現場處讓機構無權私自變更服務加收費用。從合約層面鎖死所有霸王條款同隱形消費。第三條原則，提前搭建跨境醫療演解醫論，唔好臨時急亂抱佛腳。醫療風險係跨境養老最致命嘅隱患，必須提前佈局、提前規劃，唔可以等到重病突發危機降臨先嚟慌亂應對。長者入住大灣區養老院之前，
家屬一定要親身實地核查周邊醫療配套，確認3件事：第一，附近3甲醫院是否接受香港醫療券；第二，自費就醫嘅收費標準同結算方式；第三，急症救治流程同響應速度。同時要提前儲備2至3間資質正規、口碑良好、具備跨境醫療轉運資質嘅機構聯絡方式。建立專屬應急機制，明確輕症、重症、危症嘅處理方案，界定內地就地治療同緊急返港救治嘅觸發標準，提前摸清跨境就醫、緊急轉運費用結算、維權求助嘅全流程，於是先至可以從容應對，最大程度降低生命風險同財產損失。大灣區養老想要真正良性發展，造福港人，絕對唔係淨靠政策推廣、資源開放就夠，必須逐一保持制度短板，封堵所有風險漏洞。香港稅務局應該優化稅務條例，只要子女可以提供內地正規養老院入住證明同繳費記錄，就應該同等發放供養父母免稅額，消除政策矛盾。社署應該建立跨境養老機構認證機制，定期核查大灣區對口養老項目嘅資質、服務標準、營運狀況，公開合規機構名單，等市民有罪可查，安心選擇。兩地司法消保，醫療部門需要建立跨境聯動機制，搭建專屬養老糾紛仲裁通道，徹底打通危重病人跨境長遠綠色通道，實現維權醫療監管資源無縫對接。只有當所有法律盲區被填補，制度安全網跨越深進可政策紅利同風險保障雙雙同步，大灣區養老先可以徹底擺脫資本收割嘅負面標籤，8.7嘅超低入住率先可以真正逆轉，成為香港長者安享晚年嘅優質福地。最後再次提醒各位朋友，尤其係家中有高齡長者或者自己正規劃退休生活嘅街坊，晚年安穩從來唔係靠運氣，而係靠清醒嘅認知、嚴謹嘅風控、理性嘅選擇。千祈唔好被華麗嘅宣傳包裝、平價嘅收費噱頭、誘人嘅投資回報蒙蔽雙眼，一世辛苦儲落嘅積蓄，安穩無憂嘅晚年，絕對輸唔起一次盲目跟風嘅錯誤選擇。如果呢條深度拆解幫到你，亦都希望可以幫到你身邊嘅家人親友，即刻點讚、收藏、轉發、分享，等更多香港長者睇清大灣區跨境養老嘅隱藏陷阱，避開資本收割同制度盲區嘅雙重危機。大家亦都可以喺評論區留言，分享你見過嘅養老亂象同避坑心得。未訂閱我頻道嘅朋友，記得即刻點擊訂閱，開啟鈴鐺。後說持續拆解各類民生騙局、養老陷阱、跨境風險，持續幫大家守住財富，守護家人，穩穩當當安度退休生活。